1.8秒係而家觀眾碌走影片嘅平均決策時間，90%新手仲死守固定時間打卡發布，甚至瘋狂整完念吊胃口，結果只會令完播率暴跌12%。我由演藝圈走到商界做投資，深知精準出擊永遠好過盲目鋪量。想真正食到系統推薦，開頭5秒必須價值前置，你直接拋出痛點加解決方案，停留率即刻飆升23%。其次，做內容一定要專注細分賽道，例如做快手早餐一定好過普通美食打卡。系統一識別到精準標籤，隨時會多送40%流量俾你。另外仲有一個隱藏機制，只要影片評論數超過點讚數1/3，演算法就會自動觸發2次推薦。我創立香港自媒體商會就係想聯合各界打破迷思，用自媒體幫各行各業提升生意。想掌握更多流量密碼，即刻關注香港自媒體商會，了解更多自媒體嘅內容啦。